今年跨年的大出戏就是日出。台北市立天文馆照经纬度，也有地理的关度，计算2020年各地日出的时间。其中本岛上较早的日出是伫咧花莲的新空山6.28分。另外，台湾本岛这个平地上较早的日出是伫咧鹅銮鼻，日出的时间是6.35分。伫咧这个区域内底，若是往东1公里，日出的时间就有可能会提早2秒时。想要来欣赏头一个日头拍曝光的景致，专家建议讲。上可爱比预报的时间较提早20分钟，安尼较妥当。云层当中，日头豆豆啊舞出头，迎接日出的美景是每一年元旦的重头戏。2020年，本岛头一道日出伫遮。台湾本岛最早的日出的话，会出现在屏东县的鹅銮鼻，在6:35分左右。那曙光会在6:11分就出现。台北市天文馆按照经纬度甲地理的关度，计算出2020年每一个所在日出的时间。其中2020本岛上早的日出就伫咧花莲新空山，天气好6:28分就会当看到日头。若鹅銮鼻日出的时间是6:35分，是本岛平地上早。刷落来换台东三仙台，甲鹅銮鼻敢若差几十秒。新北市的三条角2020年元旦的日出会伫咧6:36分。往东1公里的话，日出就会提早差不多2.4秒出现。那因为太阳是从东南东升起的，所以其实你越往南，比如说往南1公里的话，太阳日出也会再提早1.1秒再出现。同一个地点，一个四周围内底刷叮当，日出的时间拢会有小可差，所以想要看到头一道日出的美景，专家建议上好拢爱比预报的时间提早20分钟来准备好。但最后是毋是会当看到日头光，也是爱看天公伯啊是毋是轻伤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